全台拥有1180间门市，其中台南有109间的福利中心。因所属的全联庆祥慈善基金会，就运用因的资源甲通路，106年就甲市府社会局合作，以关键弱势所需要物资到各区的食物爱心银行。根据统计，到目前市价已经超过322万。今年因再次捐赠142万较高单价营养品以及大人的专利库，累计捐赠物资已经超过464万。市政府社会局目前建置了5大分区的食物银行，一共有39个据点，分布在我们全市的37区，提供我们弱势族群各项物资的提供服务。也非常感谢全联基金会的这一个善举，善尽我们企业责任。那台南市政府将会把这142万的物资妥为使用。全联庆祥除了捐赠物资，嘛导入济南家庭的紧急物资申请，以及提供弱势有相关的工作机会，真正做甘心。庆祥基金会特别在食物银行以及帮助弱势家庭的就业的职场体验，还有呢，把所有的全联的店端都开放成为急难救助的在地救助管道呢。这3方面呢，我们希望密切的跟台南市政府合作。那今天是属于物资银行的捐赠仪式，我们跟台南市政府已经合作了4年了。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关系可以继续下去，让企业的爱心结合市政府相关单位的努力跟认真，让台南市的市民过得更幸福、更美好。面对全联庆祥基金会盛行，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到场颁奖表扬，场面温馨。全联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，那不仅是里面贩售的东西，或者是平常对于社会福利的态度，都是采取正面而支持的态度。那所以呢，我想非常谢谢，那也期待透过全联这个举动，能够让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朋友能够一起来响应。会后，市长吴伟霆嘛对检查食品的期限，如何将未过期的食品画上新的折扣标签，嘛借此宣传，也正将进行弱势民众的征才，透过政府甲民间合作，全方位来协助弱势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